主后2023年10月初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拄起心中的佩。圣经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1到第4章第6节。阮减搁咧推荐家己，阮减着亲像一寡人写推荐书互恁，也是需要恁的推荐书。恁本身就是阮的推荐书，写伫阮的心内，要互众人知、众人读。真明显，恁是基督所写，通过阮来送的批。这张批毋是用墨水写伫石板，是用永活上帝的神写伫人的心板。阮通过基督对上帝有即款的确信，才安尼讲。这毋是讲阮家己有才调通做即个代志，阮的才调是对上帝来的。伊使阮有才调通做新的约的册用，毋是用文字写的，是圣神的约。文字互人死，毋过圣神互人活。用文字刻伫石板的律法颁布的时，上帝阳光有显现。对摩西下面反照出来的光，虽然渐渐地消失，毋过迄个光还真强，直到以色列子孙袂当目睭金金甲伊看，互人直到死个时间，都有即款的阳光。安尼，圣神所发出的阳光减袂搁较大。迄个甲人定做的时间，若会发出即款的阳光，即个甲人宣布无罪的时间，所显出的阳光减袂搁较大。安尼，因为现在的阳光比以前的搁较大，以前的阳光煞无去。迄个消失的若会发出阳光，迄个永存的一定会显出搁较大的阳光。因为阮有即款的愿望，才遮尔勇敢。阮无亲像摩西着用被打家己的面。摩西安尼做，才免互以色列子孙看到伊面的阳光渐渐消失。毋过，因的心顿一直到今仔日，因读旧的约的时，因的心还互迄块被打底，因为只有甲基督结连，迄块被才退起来。甚至到今仔日，因逐摆读摩西的律法，迄块被还搭伫因的心。毋过，当因归向主的时，被就退起来。这位主就是圣神，有主的神的所在就有自由。咱大家拢用无搭被的面底反照主的阳光，这个阳光是对主，就是对圣神发出来的阳光，底甲咱改造成做伊的形象，互咱有搁较大的阳光。既然上帝有怜悯阮，将这个职务交托阮，阮无失志。阮放下一切无爱人知的见笑代，无做欺骗人的代志，无歪曲上帝的话，只有伫上帝面前公开显明真理，来叫醒众人的良心。阮所传的福音若有暗藏无清楚，只有是对遐个底尾沉沦的人暗藏无清楚若定。因毋信，是因为即世间的神明，互因的心目青迷，袂当看见福音的光。这福音在见证阳光的基督，基督是上帝的形象。阮
毋是传因家己，是传耶稣基督是主。阮家己因为耶稣的缘故，做恁的奴仆。迄位日捌光对黑暗照出来的上帝，就是用光照咱内心的上帝，互咱认捌伊照伫耶稣基督的面迄个阳光，拄起心中的魄。保罗伫宣教旅程中，一直跟随上帝的带领。原本上帝已经开特罗亚的福音大门，毋过保罗因为心系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搁转去马其顿听候提多的消息。保罗听讲哥林多教会有人用世俗眼光质疑伊的使徒身份，搁用摩西律法的字句来诋毁伊所传讲基督国话的福音，搁笑伊无权威人士为伊写推荐批。保罗就用来说明，摩西上西奈山接受上帝颁布的律法，落山时因为面容发光，直到以色列人袂当注目看伊，因为安尼，当摩西讲完上帝的吩咐，就用被搭面。这表明上帝透过旧约律法，互人在做，人因为羞耻感，毋敢正视摩西发光的面容。无想到，现在人心内还公义，袂当明白耶稣就是旧约应允的弥赛亚，因的心眼互被搭条。保罗指出，当人亲像摩西面对上帝，面的皮就会受摕走。当主的圣神光照咱的性命就会改变，互咱成做伊的样式，有辉煌的荣耀。因为安尼，当咱归向主，毋是只有加一寡宗教活动，是内在生命会真正改变。当咱若亲近主，面的阳光就会愈明显。1900年甲1910年，伫美国纽约和英国爱丁堡先后举行普世宣教会议。南非荷兰改革宗教会的穆罕德勒牧师也受邀请参加宣教会议。因为当当时南非拄爆发战争，互伊无法度前往。为着安尼，伊写2本册作为宣教会议的回应。伊伫第一本册《宣教问题的关键》有提到，宣教问题的关键实在伫带领兄弟姊妹甲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。真正有效佮固定的宣教动力，并毋是遐个外在的技巧甲资源，是互人深刻感受耶稣的疼，受到激励，愿意主动参与宣教工作。无缘特列用戴德生牧师做例指出，当戴德生世界分享家己伫中国的宣教工作时，并毋是强调遐个未得之民的灵魂得要到第一，反倒是分享伊甲主耶稣之间的亲密关系。安尼的分享，反倒激励真侪人愿意回应呼召，投入宣教的行列。伫第2本册《教会光景》内面，伊讲到关系宣教的问题，爱先对教会的复兴做起。若是教会的复兴，爱先对委身祈祷做起。宣教需要的是上帝的带领，教会必须回归起初的疼，甲圣神更新的性命，才当为宣教的禾场注入有效的生命力。恐惧和吓惊并无法度为着人带来生命的改变，只有当生命转向主，甲主建立
亲密的关系，才会当互人的生命改变。当基督徒拄起心中的迫，就会当反映基督的阳光。心上的基督阳光会互人搁较入目睭。日想，我的生命是毋是反映基督的阳光？基督的阳光伫我的心上带来倒一寡改变？我的生命是毋是反映基督的阳光？基督的阳光伫我的心上带来倒一寡改变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求你互我搁较亲近你，互我的生命会当反映出基督的阳光，互人因为我搁较入目睭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